呢個係貴城板塊，地段好鳩靚，但係呢2年都賴鳩嘢嘅項目。時代廊橋位於千燈湖好閪核心位置嘅佢，前幾年眾望所歸咁，差啲上到4字頭。21年出到手嘅業主，真係諗下都開心到高潮。但由於剛需嘅項目，而家已經俘虜唔到啲富婆嘅芳心。而家1字頭有交易，真係老婆擔遮陰公。嗱，就喺呢度。即使周邊豪宅成群，但係呢度得4棟樓嘅設計，就算你唔行入呢個小區，都知道你一定買得起。放喺呢啲咁嘅豪宅板塊，都係咁鳩細嘅花園，真係隔年通勝，唔值錢。我打要同人搏。生喺啲咁鳩繁華嘅路段，但係佢呢度又冇乜城市嘅交響樂。不過每日都會伴隨住男實嘅早操同埋朗誦聲。受到呢啲名校咁濃郁嘅知識氛圍影響，你條閪佬都會德智體全面發展。雖然小區好鳩細，不過過條路就係千燈湖公園，同埋呢個長盛不衰嘅保利水城商業配套，仲有一大堆嘅企業、銀行總部，都算係成個貴城板塊最鳩繁華嘅路段，真係濕水棉花冇得彈。早期即使呢度冇地鐵，都好閪多人揀佢，主要係因為呢度可以搖號男實，再加埋燈湖小學、貴江二中嘅呢個搭配。不過生得喺呢一個地段，其實你想揾間差啲嘅書包都好鳩難，畢竟遍地都係省級。呢個係佢嘅小區，大堂、電梯、門口。92方入正面積，雖然個廳唔算好大。不過佢又帶鳩咗入戶花園俾你，放喺嗰個年代都算係咁啦。廚房嘅空間都算唔錯，有個 U 字形嘅廚房。不過呢啲帶入戶花園嘅單位，大部分嘅窗口都係對鳩返自己間屋入邊。令公子每日一開門就知道今日係食梅菜肉餅定係白切雞。反而以前緊湊3房呢隻陽台都算過得去。雖然喺市中心，你唔會有咩山水嘅景色，但係望住咁閪繁華景象，你就嗱一定會好閪開心。因為佢每日過條馬路就可以攞住你嗰份雞碎咁多嘅人工嚟買。3段式嘅乾收分離，加埋2隻屎坑嘅空間感都非常之唔錯。兼且門對門嘅呢個設計，你同你隻乸可以一齊屙屎嘅情況下，都可以伸個頭討論一下屙完屎等間要食乜。客房加兒童房嘅空間就略顯有少少擁擠啦，特別係呢隻兒童房，佢連衣櫃都可能放唔落。但係因為佢喺千燈湖隔離呢個地段，就有鳩佢啦。主人房嘅空間就好鳩多，又係一個由阿超去設計嘅項目。門口就有一排衣櫃嘅預留位置，呢度放鳩完張雙人床之後，如果你隻乸姣嗰頭啲戰衣唔夠地方擺，旁邊仲可以做多一排櫃。總結一句，8-9萬嘅總價就喺攞低呢個千燈湖板塊位置咁閪核心嘅精裝3房。雖然佢個小區唔算好鳩大，不過你要買呢個板塊，佢個樓齡已經係最新嘅。就呢個地段放喺成個佛山都算係極致嘅繁華。如果你條閪佬都中意呢啲住喺 CBD 入邊嘅感覺，佢絕對係一個好閪唔錯嘅選擇。又係激情嘅一日。